太阳升起来了，全能的主啊，保佑俄罗斯女皇陛下！吹号，集合部队！我最近没有喝酒，真该把你扔到大海里。公爵阁下，我只喝了一小口。你快看，他们已经过来了，就开始吧。
何有脸面对这些死去的将士？别动，躺着别动。是你，塞尼亚。别动。你还记得我的名字？我真高兴，宝贝儿。你要喝点水吗？我。别说话，你的嘴都干了。40岁生日，俄罗斯宫廷沉浸在一片节日的喜庆气氛中。赞美诗是唱给上帝听的，而在歌声中得到最大满足的，却是这位野心勃勃的叶卡捷琳娜女皇。韩，我们到了。
我是图尔扈特汗国总督沃巴西，求见女皇陛下，请为我通报。您该不是从地狱里跑出来的吧？大胆！你要为你的无礼付出代价。我刚从里海前线兼程赶到。乌拉，我赢了！亚什卡，你听到没有？他是沃巴西没死。他是沃巴西没死。你赌输了，我的刘巴正需要一条狐狸皮围脖呢。我很感激您，您的健康帮助我赢了5个金币。可是，在仪式没有结束之前，很抱歉，我不能为您通报，您只能在这儿耐心地等待仪式的结束，真的非常抱歉。那我们就换一种通报方式吧。可去，快去通报！我倒有些急不可待地想听听这伟大的逃兵能做出什么样的解释。尊敬的陛下，他就在外面等候您的召见。逃兵？谁会相信这样的无稽之谈呢？我还记得您第一次看到这位沃巴西时，就夸奖他像一头凶猛的狮子。陛下，您的记忆力可真惊人呢，枢密官。承蒙您的夸奖，陛下。其实我的记忆力非常有限。陛下，但是我有一种过滤的功能，我的记忆只用来储存陛下您所说的话。陛下，我可不像其他人那样喜欢夸夸其谈、好大喜功。康斯坦丁，其实呢，你用不着跟我说这么多，我心里明白你指的是谁。哦，陛下，我用圣保罗的号角发誓，一位前线的总指挥官把战斗失败的责任归咎于接受他指挥的人，这是对俄罗斯军队的亵渎，也扭曲了您对他的信任。陛下，您是一位英明的女皇，您当然不会相信这样的谎言。您看见了，无论如何，这个年轻人都是一个难得的人才。我说过他像头狮子，鞑靼人是怎么比喻他们的勇士？我想，也许你有更恰如其分的比喻，是吗，康斯坦丁诺维奇？像老虎、苍狼或者是龙。无论用什么样的比喻都不过分。有趣的东方人，他们和我们完全不同的神秘的文化背景，赋予他们特有的魅力。我尊敬的陛下，如果您现在愿意召见图尔扈特的总督，不，枢密官，我不愿意在这样公开的场合召见一个擅自脱离战场的逃兵，而且，按照俄罗斯的法律，他应当受到严惩。不过，也许我们可以用某种更柔性的方式，让他理解自己的过失。他毕竟不是俄罗斯人。好的，陛下，我现在就去让他接受您的召见。好的，照我的意思做。您好，图尔扈特的总督阁下。您好，枢密官阁下。请您不要再为难这些可怜的士兵了，请您把他放了吧。总督阁下，神圣的仪式已经结束了，不管您现在心里是怎么想的，您的儿子已经成为尊敬的女皇陛下的教子了。不过您没有失去向女皇表达不满或是愤怒的机会。我相信我们的女皇陛下会在一个适合的场合倾听您的申诉。阁下，彼得堡的景色非常的迷人，可以消除战场上的劳顿和血腥。您放心，我一定会给您安排得很好，让您领略一下我们俄罗斯的迷人的景色。先生们，我们的生活中总是充满了强有力的戏剧性。当我们一筹莫展的时候，幸运之神不动声色地出现了。这是一个意外，一个如果不是亲眼看到，绝对想不到的奇迹。您确定吗，康斯坦丁·格里格罗维奇？
过去我们为女皇陛下精心挑选的那些年轻人，无一例外都没有受到陛下的青睐。我相信他们尽心竭力了，可是却丝毫不能取代波将军公爵在陛下心中的位置。有趣的是，这一切只有万能的上帝才能够创造出来。一个野蛮的达旦男人的异域风情，却打动了陛下那永不满足的芳心。在这种事情没有发生之前，我们在座的哪一位能够想到呢？没有人能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幸运女神从不吝啬她的给予，我虚弱的身体因为难以承受巨大的快乐而发抖。女士们、先生们，和土耳其的战争因为图尔扈特军团脱离战斗而失利一样，我们的波将军公爵的威信遭到了空前的打击。请注意了，各位，图尔扈特军团脱离战斗的唯一的原因是波将军公爵企图用图尔扈特将士的生命来换取他个人的荣誉。当图尔扈特的士兵和土耳其人混战在一起的时候，他毫不吝惜地把所有的炮弹降临在那些可怜的人的头上。事情就这样的发生了。俄罗斯军队的统帅和图尔扈特汗国的总督开始了他们的相互的仇恨。当布鲁斯伯爵提醒我需要新的年轻人来丰富陛下的生日的时候，我突然的就意识到机会来了。于是我们梦寐以求的目标第一次变得如此的清晰和接近。可以想象，当图尔扈特的总督一夜之间变成了陛下新宠的时候，接下来将会发生什么呢？我喜欢这个达旦人。不可一世的波将军公爵从此将变得非常虚弱，他会从此淡出陛下的视线。这还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陛下喜欢他。先生们，现在让我们祈祷，愿上帝保佑枢密院从波将军公爵的阴影中走出来，开始正常的行使全俄罗斯人赋予的职责和权利。感谢女皇陛下，她的诞辰给俄罗斯带来了好运。是，对呀，是。干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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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你好，康斯坦丁诺维奇，您的脸色像没有云彩的天空一般晴朗，这是长寿的象征。您说我说的对吗？谢谢夫人，我的情绪永远是以陛下的情绪为根据的，亲爱的夫人。是的，枢密官阁下，陛下为了国事日夜操劳，而且经常失眠。如果40华诞的庆典真的能给他带来快乐的话，我想那一定是上帝对他辛劳付出的补偿。我们的上帝永远是那么的仁慈。如此美妙的庆典，我相信它将带给女皇更多意想不到的惊喜和快乐，难道不是吗，夫人？但愿如此。我想您一定准备好了一件令主人公非常满意的礼物吧？我想那一定是一件非常美妙的礼物吧？对不起，夫人，我现在还不能告诉您，但是我肯定会送给女皇陛下一份她非常喜欢的礼物，让她感受到我对她的崇敬之心。不过康斯坦丁诺维奇，我不得不指出，您前几次提供的礼物都不能令人满意，甚至连我这儿都没有认可。希望这个节日礼物是一份真正的惊喜，您明白吗？
也许仅仅用惊喜已经不能表述这份生日礼物的珍贵，应该让他感到爱不释手。哦，您说的没错，生日礼物应该是生日里受用的，否则，我想这生日礼物就失去了它原有的意义了。您说的很对，夫人。如果我没想错的话，这礼物应该让女皇陛下的失眠之夜变得可爱。是的，您猜对了。哦，你可要早做准备哦。不过，珍惜的东西不会唾手可得的。脱离战场的行为不会得到女皇的赦免。如果他想马上颠覆韩国现在的政权，这是一个极好的理由。他们对图尔扈特人可从来没手软过。女皇是不愿意看到韩国动乱的，否则当时就不会羁押企图篡夺汗位的贾恩母子。但我必须把图尔扈特军团脱离战场的原因告诉女皇，因为这关系到韩国的名誉。同时，我要带走阿萨赖。这不可能。女皇绝不会答应您的请求。您都看见了，女皇已经把王子变成了要韩国变成俄罗斯化的重要棋子。韩时过境迁，当初女皇反对贾恩母子篡夺汗位，可现在她会怎么想呢？图尔扈特军团脱离了战争，您现在在彼得堡试图阻止阿萨赖成为女皇的教子，我的韩。不管你有多少理由，这都是对女皇对俄罗斯公然的蔑视和对抗。您想，您能得到他们的宽容吗，韩？他们已经创造出了一个俄罗斯化的图尔扈特汗国法定的汗位继承人，放弃女皇的召见，时间安排在晚上，总有一种不祥的预感。记住，如果我有什么不测，不管付出多大的代价，让阿萨赖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也许，这是我作为图尔扈特人的领袖发出的最后命令，也是最重要的命令。韩，事情办的问题。公爵，公爵大人，我巴西已经到了圣彼得堡。那又怎么样？我给您带来了不好的消息，书面正在酝酿一场阴谋，图尔扈特总督将要进入女皇陛下的卧室。难道擅自脱离战场的罪责会因为他先到圣彼得堡而获得赦免呢？听康斯坦丁说，这个达旦人令陛下着迷。还有更糟糕的事吗？书面的官员们企图让沃巴西取代您在陛下心目中的位置。我相信女皇陛下不会让他取代我的位置。金碧辉煌、庄严而优雅的光环下，竟然隐藏着这样的污垢。当人们告诉我，女皇是通过她的一系列情人统治着这个疆土辽阔的国家时，我还表示过怀疑。韩，我担心您会受到报复的。也许，但不会是马上。那我们还有时间。带来了。
是谁？图尔扈特汗国的总督我巴西。开玩笑！哦，太不可思议了，康斯坦丁诺维奇。我愿意承担一切后。好吧，尊敬的阁下，希望您能记住我给您的帮助。当然，也许康斯坦丁先生，我们的女皇早就迫不及待地想要见到你了。希望您愉快，请。请跟我来。请了，总督阁下。请叫我布鲁斯伯爵。是的，伯爵，我不明白。放心，你很快就会明白的。现在，让我在灯光下好好看清你。请转过身，转过身去。转一下。好的。请再向前走几步。够了吧？还要我张开嘴来让您看看牙齿吗？别生气，先生。在您之前到这里来的人都要经过比看牙齿更严格的仔细检查呢。您或许是个例外。现在只有我们俩可以和平共处。不，尊敬的陛下，我必须告辞。我巴西，你站住！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走呢？作为图尔扈特汗国的统治者，我应该在殿堂上和您会见，而不是在这样的地方。对不起，可是您知道这是什么地方吗？这里曾经是俄罗斯最伟大的沙皇彼得一世会见他最亲信大臣的地方。据说在这里商谈国政，还是从神圣的罗马帝国留下的传统。那么现在我请您坐下来，可以吗？对不起，陛下。狮子嘛，总是有力气鬃毛怒吼的时候。那么给我讲讲战争好不好，沃巴西？现在圣彼得堡有关于您各种各样的传闻，请吧。我是亲眼看见那轰鸣的炮火吞噬了我成千兄弟的生命的，这就是薄将军要献给您的礼物。这胜利是浸透了鲜血的，陛下。我将军公爵到！一个多么惊心动魄的故事！这是上帝的意志，让您好好的来到我的面前，否则我真的会赏给波将军一顿鞭子的。陛下，我的总督，我替您的士兵伤心呐。您是看见过的，我总是虔诚地为每一个死去的俄罗斯英雄祈祷。可是战争毕竟是战争，总督，一个君王所做出的每个决定都会付出许多生命和鲜血的代价，无论是战争还是政治。仁慈有的时候只是愚蠢和无能。一个君王如果真的仁慈到顾惜到每一条普通的生命，那只有什么也不做。可如果这样，其实不过等别人把他生命拿走。难道所有的君王都是这样的吗，陛下？是，而且尤其是我和您，我的朋友。
您还不了解我们俄罗斯，它看起来强大而富有，却隐藏着那么多的贫穷、蒙昧和野蛮。他习惯于服从一双钢铁的手，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地方比这里更需要专制和集权。而我只是被上帝偶然选中的一个女人，我只能如此。我听不懂您的话。那您先好好听着，我的这些话只对你一个人说，而且绝不会再说一次。16岁，我从日耳曼的一个庄园被选到了俄罗斯的宫廷，嫁给了后来的彼得3世。我的朋友，关于他的低能，你或许也曾经听到过什么。我只告诉你一点，那就是在他18岁当上了俄国沙皇之后，我们的卧室的那张双人大床仍然是一天到晚的摆满了他喜欢的玩具锡兵。这就是那位沙皇。我不相信有这样荒唐的事情。是啊，我自己也不相信我的婚姻生活，就是每天陪着他在毛毯和枕头间完成他征服世界的幻想，听着他用嘴模仿大炮轰鸣，昏昏入睡。就是这样一个傻瓜和疯子当了俄国皇帝，他掌握了权力，就把一切人也都当成他的玩偶。他下命宫廷中的女人剃了光头，亲自给主教们剪掉胡须，甚至强迫贵族们都离婚，由他来替所有的人重组家庭。就是这样的一个人，难道不该快点让魔鬼把他从这世界上抓走吗？于是，一些年轻军人聚集到我身边来了，我成了他们的神。1年之后，我为王室生下了一个继承人，我也成了俄罗斯的女皇陛下。而那些军官们就成了陛下您的奴隶，您就是在这个房间里享受他们战战兢兢的服务的，对吧？可我是图尔扈特人的总督，我们的韩国与您的俄罗斯相比，或许是微不足道的，但是我们也有自己的尊严和传统。我们不会做任何人的奴隶，当然也包括您，伟大的女皇陛下。俄罗斯伯爵，俄罗斯伯爵，我从来就不认为一个鞑靼人会得到陛下的垂青，请通知康斯坦丁诺维奇。不是薄将军公爵，公爵他，请把他给我挡在外面！没有人可以阻挡薄将军公爵，他已经闯进宫了，已经是的。哦，去吧，去吧，去吧！哎呦，公爵。天哪！丽萨，把门关好，有风。这个时候，也只有你敢闯到这里来。我的陛下，他走了，真是个骄傲的蒙古狮子。他是第一个拒绝我赐予殊荣的男人，无论他是英雄还是傻瓜，都叫人难忘。